各几分钟咱就要开始，各在几分钟，我们就要开始第二场华语的礼拜。我们要一起来预备心，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柔软，可以听见他的话语。求主使我们可以受教，成为他门徒。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为着上帝的灵运行在圣殿，为着同工的服事可以合一没有破口，为着我们自己可以大大的领受，让我们大大的张口，上帝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等一下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亲自的成为我们的引导者。主啊，你对我们说话，你的灵来充满这殿，像年轻的以赛亚，我们要领受你的荣光，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的差遣，好叫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好叫人听见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来归向你。主为着每一个同工献上仰望，主啊，他们或者有软弱，或者有不足，但你加添，使我们在服事中间，你一起来经历大事。主啊，让我们的服事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尊贵或多有能力，而是天地的主与我们同工，我们就要一起来成就大事。主，我们为着每一个兄姐来仰望，主啊，你真的是让他们的心向着你敞开，主啊，让他们饥渴慕义，让他们愿意来听你的话语，他们的心就要得着饱足。让我们在今天一同来领受你的呼召，也一同被你赐福，也一同出去成为得人的渔夫。谢谢你，真的是成为我们礼拜的主，让我们在礼拜中深深的看见你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的心得激励得安慰。主，我们真的是将今天礼拜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要说你是礼拜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主，让我们在今天真的是向你降服，向你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因为单独的见到你，我们的心就得着饱足。主啊，开我们的耳，叫我们能够听，而且听得明白；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领受，而且愿意遵行。好，叫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切，成为我们每一天行路、每一天生活、每一天工作的准则。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预备心，等一下一起来敬拜主。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在礼拜天的早上能够一起聚集敬拜，是何等有福！邀请各位一同起身，用祷告的心、赞美的灵，一起开口呼求我们的神，将天敞开，求神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是的，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在我们高声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只是荣耀君王，配得万国赞叹，将一切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的心因着耶稣充满欢喜，我们的心因着耶稣充满感恩。我们在这里回应主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耶稣，我的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
这里深切寻求你。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这个时候，我们用更加渴慕的心来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求我在这里寻求聆听主的心意。此外，我的主耶稣，求在这里，求你与你同在，赐下你心，求你用欢喜的灵、感恩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出主你喜爱的样式。主，求你赐下你的大能，指引我们前方的路。主，你的呼召与跟随，我在这里，在这里，主耶稣。我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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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跟主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再次跟主说，我在这里，回应主的呼召。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是的，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是的，我在这里，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一生能够与主同行，一生跟随主。求赐给我清洁的心，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
随你。主啊，你知道我唯一的渴慕，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让我们用祷告继续我们的敬拜。主啊，我要一生跟随你，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荣耀的上帝。因你先爱我们，我们充满感恩的心。主啊，求你掌管我的生命，求你引领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合乎你的旨意。现今全世界遭受疫情威胁，主啊，求主带领保守我们平安度过。虽然人心惶惶，我们在其中更要活出主你的样式。主，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14到20节，在现代中文译本56页。现代中文译本56页，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1章14节。约翰被关进监狱以后，耶稣到加利利去，宣讲上帝的福音。他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耶稣沿着加利利湖边走，看见2个打鱼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在湖上撒网打鱼。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丢下渔网，再走不远，耶稣看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他们在船上整理渔网。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圣经以上，愿神祝福听他的话，也愿意跟着这样去行的人。今天我们教会梁维珍牧师为我们带来信息，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得人如鱼，请大家恭敬来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最基本的真理，回到福音的起初，回到主耶稣呼召门徒的那一个时刻里面来，成我们一年要开始我们福音工作的开始。在会领受的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对我们说话。主耶稣，求你赏赐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好叫我们一生走在跟随的道路上。主要让我们软弱，我们信不足的时候，就求你加添，好让我们的服事成为人的祝福，也成为自己成长的机会，更是我们与主同行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得人如鱼这个题目，很不容易找到一堆鱼的 PPT。我很喜欢这个 PPT， 因为这个 PPT 就让我们知道，这个题目我懂，这题目非常的熟悉。这也是台湾作为一个海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有丰盛的渔业和养殖业。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上帝是创造的主，可是好像我们这些基督徒，特别是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被现代文明浸染得太厉害了，我们被科技浸染得太厉害了，我们连日常生活都在一种网上虚拟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只记得上帝是拯救的主，我们轻易的而且容易的更忽略了最根本的道理，就是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这样的真理。因为上帝创造万有，所以上帝不仅只是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也透过大自然对我们说话。若是我们相信独一真神和独一真理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真理跟从大自然所领受的真理应当是一致的、一贯的。因为独一的真神用独一的真理创造了这个世界，无论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无论是今生的或来世的，无论是物质的或是灵界的。所以这个世界在上帝的统摄和运行之下，应该是一个整全的、充满生命力的整体，不是吗？因此人类几千年来基于大自然的规律，我们形成了农林渔牧四大立国基本。我本身就是念农业的，所以可以引为自豪。我是那个种田抓虫的大学生，我知道水耕是什么意思，我到今天还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人类因为农林渔牧，我们成为人类社会可以立足、可以发展，甚至国家可以形成的很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国基本，也成为人类善用自然资源、赖以为生的基本。不止如此，因为上帝创造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人类就跟随着时间的规律来生活。上帝创造与统管世界的规律运作，更深深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因此古代人会说子时睡，辰时起。子时是什么时候？晚上11点开始的2个钟头。辰时起是什么时候？是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透过我们对时间跟身体的运作规律，我们得以休息，也得以有好的健康。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观念在这种时间运作里面可以更进一步。我们在饮食上不仅要多吃食物，少吃食品。什么是食物，又什么是食品呢？食物就是长得像它原来的样子的，食品就是长得不像它原来样子。所以肉是食物，素肉是食品 ，OK， 所以更要学习，不只是吃食物，不要吃食品，而且我们要学习不食不食。什么叫不食不食？就是不要吃不当季的食品的食物的产物。为什么？因为非当季的出产，它意味着更多的肥料、更多的农药、更多的保鲜剂、更多农作物因为逆时生长所带来的毒素，而我们把这些都吃下去了。这就是我们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后果。时食就是吃当季的食物，让我们享受当季的盛产，那个充满生命能量的吃食，也按着季节我们来调试我们的身体和作息。从每天到每季，
从每一年到一生的年日，我们更进一步从大自然来学习春耕、夏耘、秋收和冬藏的人生功课。小时候我们学习成长，长大了人到中年，我们学习老化和死亡的功课。我们学习传道书特别教导我们的聚散有时、聚有时、散有时的功课，所以我们得着生命的智慧。不只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会发现被圣经强调那个最认识天父上帝，那个从起初就跟上帝同工的主耶稣，就与历世一代很多神学家不一样。那些神学家喜欢凭空建立一套系统，再来血足适履，看看现实塞进去会怎样，不行就把一些现实拿掉。当代还活着最资深也最有名的德国神学家叫莫特曼，他讲过一个德国神学家的特别的嗜好。我们都发现德国人好像很喜欢思考，可是常常做错误的判断，所以第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每次都站错边。为什么？我们常有这样疑问。然后他们会发展最多的民主，却有最多的集权者出来。莫特曼讲一个很有趣的道理，他说德国人讲话分3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大家都听得懂的，没问题。第二部分只有讲的人听得懂的，会讲弄啥不？第3部分，哇，玄机，人讲的跟听的都听不懂，只有上帝听懂了。这就是德国人的习惯，所以有2/3的话，其实不用太在意。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不会去讨论那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这样的问题。耶稣虽然被称为拉比，可是他却有意识的去避免用学术性的语言、抽象的概念和琐碎的讨论来讨论真理。耶稣的教导是用常民，就是我们讲 common people， 不要用庶民，好像世数有别，有人高有人低。常民就是一般人，就是我们 common people 能懂的话，透过立足于我们这些常民真实的生活经验的譬喻来传递我们能够理解的道理。所以耶稣讲鱼、讲羊、讲麦、讲酒，耶稣讲金钱和家务管理，耶稣讲酵母和面包，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常民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更进一步来说，耶稣刻意显现一种形象，似乎与他当代甚至后代的传统的宗教人士很不一样的一种形象，不是吗？他被批评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呐，是与罪人唯有同桌吃饭的人呐。但是透过主耶稣的言行，打破了那个真理的诠释是被宗教人士垄断的现象。主耶稣其实是在期待上帝是万国万民的主，更是与我们人类同行、同食、同住、同工的主。今天的经文就是耶稣来呼召渔夫，并且应许他们得人如鱼的故事。这就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真实生活的代表经文。今天的经文也分成两个子题，首先是呼召门徒，然后第二部分他就给他们福音宣扬的使命。从这段经文我们看看它的背景，看看它的风格，我们会发现耶稣口中的宣教与牧养正好符合了4大立国基本：农、林、渔、牧。怎么说？第一个，耶稣呼召门徒来做工。从4福音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耶稣喜欢呼召3种人。第一个有手艺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谁？就是最后那一个，叫做使徒保罗。保罗是怎样的专业？保罗除了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保罗除了是罗马公民，他有个很特别的技艺跟手艺，就是他是织帐篷的。织帐篷不只是一个专门的手艺，而且织帐篷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手艺。因为我们知道帐篷要织得坚固，织得能够防风，织得能够站立，是需要特别的技巧。我们会常常换衣服，但是帐篷可能是一生一次的一个购置。第二种人，耶稣喜欢呼召基础专业的，他呼召最大一群人，就是在加利利湖捕鱼的渔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彼得和他的弟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第三个，
耶稣喜欢呼召那些管经济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很喜欢讲管理，耶稣老是叫门徒要记得去计算上帝给我们的本事和本钱，好好的替上帝做工。耶稣同时注重果效，也同时注重效率。至于耶稣自己呢？耶稣是一个木匠，这是从林业往后去推出去，叫做做马缸哎，他是一个用手做工、用手做事的匠人。如果我们更仔细、更细致的阅读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耶稣呼召西门，后来耶稣给他起名叫做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他们正在加利利湖旁边撒网捕鱼。然后没有走几步路，耶稣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正在船上预备捕鱼的渔网。4个门徒都在做他们日常手里所做的工作。耶稣就在这里用鱼来连结捕鱼和宣教，把做工的人呼召出来，正在做工的人呼召出来，为了要做更大的工。因为这样，我们知道主是做工的主，而且他选择跟真实世界贴近的人作为福音宣讲的预备。他选择那个跟真实的生活最贴近的人，那些管钱的，那些捕鱼的，那些做手工的人。他没有呼召一个理论家，包括保罗都是支帐篷的人，来为福音宣扬做预备。他这样形容他自己和天父，他说：“我的父亲就是天父上帝，一直在工作，我也照样工作。上帝是工作的上帝，主是工作的匠人。而我们呢？我们看清工作吗？”第二个，我们会发现耶稣用牧羊、用渔业，然后用农业来形容牧养和宣教的工作。先谈牧养，耶稣用牧羊来形容牧养的工作，用牧羊来形容牧养的工作，就是门徒带领和信徒培育。约翰福音的第10章说的最长也最清楚，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然后他说，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像2圈羊，然后他要把他们合在一起，变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我们会发现，牧养的工作是一个内聚型的，对象很特定的工作。我们会发现，宣教刚好颠倒，它是一个对象不特定，它是一个外展型的工作，它用捕鱼来形容。更重要的是，他用季节性的收割。他说庄稼熟了，代表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可是做工的人少。他用季节性的收割，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求庄稼的主呼召人去做他要做的事，去收割他田里的庄稼。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用这段经文来谈得人如鱼或者得人如得鱼，两个都是对称的主题，都是 OK 的。一个讲人跟鱼，一个讲得人跟得鱼，其实都是合适的。因为呼召门徒来应许得人，是接在什么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一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以及施洗约翰被捕之后，耶稣接棒传福音的工作，呼召门徒接他的棒，继续宣讲天国的信息，做福音的工。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得人如鱼的子题，其实是放在福音宣扬天国福音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底下。而且今天的经文就成为后世我们鼓励福音宣扬的经典。耶稣用得人如鱼或者得人如得鱼，可见捕鱼跟福音宣扬，捕鱼跟传福音应该是有连结的，不是吗？那么到底是怎样连结呢？第一个，耶稣用捕鱼，耶稣用彼得能够理解的日常来说明他们未来的工作。作为一个渔夫，最专门的就是撒网跟捕鱼，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会撑破渔网的丰收。因此耶稣呼召渔夫成为门徒，让收获的对象从鱼变成人，
这样的呼召对彼得这些专业渔夫来说可理解、不空泛，而且可期待。第二，从得人到得鱼，耶稣给他们一些教导和转换。如果我们去读一些这个英文版本的圣经，我们会发现耶稣叫他们，或者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个叫英文用 teach， 耶稣要教导他们如何把原来的工作转换成新的专业，从得鱼怎么样转换成得人。所以从渔夫到门徒，耶稣不仅善用他们原本的专业，更进一步教导他们转化原来的专业，而为天国的事工效力。传福音和捕鱼一样，第三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会重复，就是有时候很枯燥，就是需要不断坚持的工作。主耶稣他善用了渔夫原本专业的特质，以及彼得他们原来就非常习惯的做事情，就是每天要撒网无限多次，撒网撒网撒网，继续的撒网直到丰收的这个坚持，这个会枯燥，这个需要不断重复的原来善于而且习惯做的事情，为福音宣扬来作为他的利器。第四，捕鱼撒网要广，你不可以计较说我只要在这里捕，这里我不喜欢，那里我还是不喜欢，只有这一群我喜欢。撒网要广，而且不要计较单次的得失，不要对这些一次的挫折太过计较，因为你会发现你在一开始学习传扬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挫折。记不记得门徒两个上耶稣给他祝福，然后出去传福音，结果怎样？回来跟耶稣说：主啊，你传福音很成功，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这样失败？人家都不理我们，还骂我们。到底我们中间的差别在哪里？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彼得在做什么？失望了，又回去捕鱼，而且捕鱼还捕得很失败。彼得大概觉得我做门徒很失败，我做渔夫也渐渐的失败了，怎么办？捕鱼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所以很像福音宣扬，不是吗？对象不特定，常常没有把握，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行业。除了看天吃饭，也要看今天鱼群的 kimoji， 今天鱼群心里不开心不浮上来，怎样都达不到，很难预测。福音宣扬也是这样，不是吗？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几年的努力，它就是不收获。有时候我们只是顺便说，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就说一下，那个人来信耶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许没有很认真，只是觉得基督徒总是要传福音，所以那一次就说一下，那个人就信主。牧师讲一个自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我在大学团契的时候，我曾经带一个学妹，比我高非常多，170公分，我都要仰视她。我就带她读马太福音，从第1章一直读到25章。后来我发现我不应该选马太福音，它太长了。后来因为各种的原因，各种的诉够，我们没有继续读到28章。耶稣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有点后悔。我应该读马可福音的16章就解决了。他成为一个很散的慕道友，变成一个很散的基督徒，然后变成团契很散的同工。我常常看到他就叹气。19年后，我们毕业就四散了，然后各自在生活中去打拼。19年后，我们在一个后辈的婚礼里面遇到，他告诉我：学姐，谢谢你，因为你陪我读圣经，你陪我读马太福音。虽然我们只读到25节，讲到末日会怎样，没有讲到大使命，可是我记得了，有一个人陪我好久好久的时间，陪我读圣经。我今天在教会服侍，我结婚，我生子，我的生命充满上帝的赐福，我为此感谢上帝。19年跟奥古斯丁的妈妈祷告的时间一样长，人生有几个19年？可是我也遇过这样的事情啊！我在新朋友招待跟他聊一聊，后来他就去楼下报洗礼班，我都搞不清楚到底上帝你是怎样工作的，我始终不明白。可是这每一个工作的不一样的时间的收成，它终究收成，而且它让我学习不要太计较每一次单次的得失。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好，我们要像渔夫一样
广撒网。我们要像渔夫一样，永远不失望，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要坚持，因为不是第一次都一定会有收获。面对一无收获，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我们要坚持。宣扬福音跟祷告都一样，跟所有的服事都一样，你需要不断的坚持，持之以恒，然后直到收获的时候，你继续的努力。耶稣应许门徒，他们终究会丰收，他们终究会丰收。这样的应许的终究是将近4年之后啊，第一个圣灵降临节，门徒才真正经历。那时候门徒已经有了耶稣3年半的教导与陪伴，有了多次失败经验的磨练，心境变得更为坚韧，有了马可楼上昼夜不停的祷告，他们预备好了自己，然后就成为建立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也因为这样的磨练，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坚持，失败又再一次回头的那个心境，使耶路撒冷教会有美好的开始。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学一个功课，你要在装备中等候。当你等候的时候，要持续受装备，然后在等候中坚持。我们不是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一直在跟随上帝的脚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对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提醒，你们还记得吗？几年前蔡牧师第一次提醒我们，你要让双联教会成为渔船，不要停留在只有吃喝玩乐的俱乐部或游轮。我们要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一起落实人人服事，而且一个人一个服事的大原则，让我们的教会不要每一次都觉得哎呀我没有同工，而是我们有不断新的同工源源不绝的加入。我们要一起努力来打破那个天花板，叫做20与80的天花板，就是永远都是20% 的人来服侍80% 的人，那叫游轮。我们要变成人人服侍100%的没有天花板的教会，那个叫渔船。去年的同工的训练会，蔡牧师继续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有4季收获的概念，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蔡牧师希望我们可以努力让2021年成为有数次福音收割，随着季节来收割的这样的一个年度。就好像台湾的稻米台湾的稻米现在其实1年至少有3货，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我们要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成绩，所以我再一次非常诚恳，再一次邀请大家，在2天后的1月26号，或者是28号4天后，我们有关系布道的训练课程。你如果在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我拙口笨舌，我不会说话，或者是我会害怕，或者是我遇到过很多的挫折，请你一定要来参加，让我们可以成为在装备中等候，又在等候中坚持的基督徒。让我们可以用我们所有的关系，我们的亲朋、我们的好友、我们的同学、我们同事的关系，把我们的手伸出去，成为扶持的手，成为宣扬福音的基督徒。2020年因为疫情被记得，我们在其中有学习，不是吗？我们检视自己的生命那个优先顺序，我们学习更珍惜生命，因为我们以前以为这个是个天下太平的年代，我们没有发现每一天我们竟然在数算安息的人数。2020年是一个全世界一同哀哭的年。2021呢，我们已经到1月底了，已经过去1个月，只剩下11个月。我们希望到年底这一年，会因为怎样的事情被记得？不要只有是疫情。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人人宣教，成为一个持续装备，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得人如鱼的教会，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并且经历福音要在今年大大的丰收。从耶稣第一次遇到这几位第一批被他呼召的门徒，到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其实过了一段时间，
虽然门徒立即回应耶稣的呼召，所以他们就放下渔网跟从耶稣，所以他们就放下他们的家人跟雇工跟随耶稣。但是从他们第一次被呼召，当他们第一次经历真的是得人如鱼的丰收，中间过了好多年。那些年间他们经历了多次出去传福音的失败，他们好几次放弃了所领受的呼召，回去捕鱼吧，我们什么都不会。甚至彼得自己在耶稣被捕之后，还经历否认耶稣的重大而且关键性的失败。甚至耶稣复活之后，还与门徒相遇在那最初呼召他们的加利利湖边。他们还在捕鱼，而且一夜一无所获。但是即使他们都放弃自己的时候，耶稣显然是没有放弃他们，并且愿意相信这些平凡无奇的门徒。记不记得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他说：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就这么放心，这么安然的把教会交在这群门徒的手里，然后很安心的回天父上帝那里去了。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第1章，他们就在那里张大嘴巴张大眼睛，然后耶稣就走了，教会就交在他们手里了。然后故事怎么写？2000年过去了，教会仍然站立在世界每一个最偏远最荒凉的角落，一代又一代的门徒继续他们手里的工作，无愧于他们的主对他们最初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主耶稣仍然在对你说话，他说：来吧，来跟从我，我要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你要怎样回答你的主呢？愿我们的回答是：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阿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创造世界，又为我们预备救恩。主，你帮助我们像门徒一样，可以回应你的呼召，成为你自己的门徒，一同在福音宣扬上努力，一同有份于天国的扩展。主，我们在路中会遇到问题，会遇到困难，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灰心，不失志，不放弃，好叫我们有一天可以在你面前被你称赞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回应主的呼召。求主赐给我清洁的心，好让我可以紧紧地跟随你，并且服侍你。我们坐着来唱就好，轻轻地唱，唱成你的祷告。
们钢琴继续弹的时候，牧师邀请所有人把眼睛闭上。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缠累你的信心向前的事情？没有，或者是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心里说不出口的重担。主耶稣要帮助你，因为他是那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你有任何的重担，你举手，牧师就为你祷告。你有任何的重担，你需要主来释放你，好让你可以成为快跑来跟随他的人，你就举手，我就为你祷告。我们都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就默默的举手，因为主看见。主说，我要让你因真理而得自由。请放下。主，我把这些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亲自的成为那个释放人的主，让他们的生命重担可以被你亲自的来移除。他们把他们的重担真的都交托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他们愿意敞开来到你面前，你就是他们的灵得自由，让他们可以不再手发酸，脚也发酸，让他们真的是可以快跑来跟随你，喜乐平安的来跟随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唱副歌，我愿意。更多的弟兄姐妹在2021来立志，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吗？主正在呼召你，来吧，跟从我，来吧，跟从我。你在哪里？因为当收的庄稼如此的多，失丧的人都在外面流离。主动了慈心，你动了慈心吗？你会愿意从你身边的人开始一起为福音宣扬来努力，你就举手，牧师就为你祷告。你说我做的很有限，我也不太会说话，但是我愿意让2021年成为我为主丰收的那一年，你就举手，我就为你祷告。求主使用我们，求主差遣我们，求主加添力量，好叫我们成为跟随他们属，直到一生之久。你若愿意这样行，你就举手，我就为你祷告。我们把手举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叫我们出去宣扬你的福音，成为你的门徒，叫我们得人如得鱼，叫我们成为那个丰收像网都要撑破一样。主，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我们是如此的小心，如此的不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若与你同工，我们就要丰收，一生之久的丰收，不断的丰收，好叫人看见我们，因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的与你同工，就要颂赞那呼召我们又差遣我们的主。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如果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礼拜的新朋友，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座位前面填写留名卡，交给我们收奉献的执事，不要投在奉献袋里面。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位成为你的同工、你的器皿，有份于你所有的事工里面。在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奉献从你而来的金钱、才能、智慧以及生命，恳求你悦纳差遣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下一个主日，也就是1月31号，我们要举行2020年度定期的会员合会，会在第3场礼拜以后举行。如果在这期间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请您一定要请假。本会消息，本周有几个特别的事工，圆山教会也在今天举行会员合会。我们的小议长杨新照牧师和小会员曾焕龙长老会前往参与。彭荣道牧师跟牧师娘会在1月25号到27号带领国小5年级、国中到国中9年级的学生，以及一些同工，总共有60位，会到新兴国中举办青少年的篮球营。现在我们看到武汉肺炎的疫情有升温的趋势，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小心，随时要戴好口罩、洗手消毒，并且要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今年的新春全家福感恩礼拜还是会举行，所以也呼吁大家能够组队来参加难得来迎曦这样的活动。在成人牧区的事工里面，我们有一个关系布道课程，有3个堂次，也就是在1月26号、1月28号会分别开始，请各自己来看。我们还有2个装备课程都会在2月21号开课，也就是寻找生命的地标，讲师是胡瑞芝老师以及卢功勋执事。洗礼造就班会在1月21号的早晨9点到10点开始，有6堂课。我们也要一起来关心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消息。每年都有举办岁末温馨年菜送到家的活动，今年预计有82组，如果有意奉献的人，一组是1000块，截止日期是到2月7号。报告以上。请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和我们的兄姐。第一位是陈清平教练，这是我们篮球队的教练哈。我们因为他很努力的、有智慧的教导，我们拿了好几个奖杯回来哈，这是很难得的。咱都起囡仔，可以当体重等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一起为着这些年轻人来仰望，求主使他们不止求义精进，也使他们得听福音的好处，也一起来归向主。第二位是欧敏慧姐妹，你在哪里？哦，最后面的地方。来，请让我们看看你，欢迎你。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的没有写到留名卡，或者是也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如果没有，我们就欢迎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在会后到这个
我们的贵宾室，一起来接受同工的招待，也一起来认识双联教会。我们要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诗歌，一起来接受祝福。接受祝福，愿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你们领受福音的呼召，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又教导他们我所吩咐的一切，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你们这样行的时候，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圣灵真理的引导，与你们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上帝，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